保利朗悅嘅居家細節，大家知唔知道有邊啲啊？嗱，呢啲算唔算吸引你去睇佢或者買佢嘅理由呢？城區咁多第四代，喂！在售有2個，待售有1個，仲有一堆準備出場嘅，包括嗰啲超100%得房率嘅超新規項目啊！哇，有幾多個可以做到咁樣呢？咁當然唔排除以後咧會有樓盤落佢啊，但係反正我認為咧，暫時保利朗悅咧係更加似一個家。例如呢個廚房嘅洗手盤啦，正路應該放喺個窗台嗰度、窗邊嗰度噶。如果大家想象唔到，翻屋企睇睇你哋嘅洗手盤係咪喺個窗台嗰度啊？但保利朗悅咧。佢做緊灶台嗰度，即係你可以話咧，洗手喺窗邊咧，平時咧就可以風乾啦，唔會滋生細菌啦，係嘛？但係我就想講啦，喂，你擔心洗菜洗碗嘅時候咧，啲水會擠出嚟射濕個廳係嘛？喂，你可以關翻佢㗎，關翻佢之後再洗，咁整濕咗之後，咪抹翻乾佢咯。咁啊，保利之所以咁設計咧，其實更加多，我覺得係佢主要係為咗要將呢個 LDKB 咧。具象化、一體化，唔係得把口講嘅。首先個樓盤都話佢 LDKB， 咁 LDKB 核心係咩？就係要將廚房啦、客廳、飯廳、陽台啦，優化家居佈局同埋呢個動線設計，實現翻呢個空間視覺擴容同埋功能融合。點為之融合啊？從你洗嘢到望翻個飯廳，望埋個客廳 ，LDKB 嘅設計係咪完全具象化咗啊？呢啲先叫做空間互通噶嘛。即係無論係週末嘅洗菜煮飯，定係話晚上洗個水果俾小朋友食，喂，電視你依然可以睇。小朋友細嘅，佢喺客廳玩嘅，你起碼唔使背對住佢啊。難道從後腦可以望住我，心裏痛什麼？你可以一直及住佢噶嘛，甚至你話小學雞佢唔喺自己房做作業啊，喺出邊喺飯廳做作業，你依然可以睇住佢噶，咁樣先叫屋企噶嘛。你唔好同我講你唔睇電視你睇手機啊，呢個唔係保利嘅問題，係你嘅問題。翻屋企仲玩手機，你都可以話屋企嘅小學雞佢唔中意喺飯廳做作業，佢有自己嘅房，佢去書房做都冇問題。但係一棟樓有60幾戶，只要其中一戶佢咁樣做，呢個設計都叫貼身。另外一點就係保利朗悅將洗切炒切嘅空間再放大咗，我唔理你喺廚房切咩啊，湯豬腦啊，對比翻其他項目嘅洗切炒嘅空間佈局嚟講咧，洗手盤同爐具嘅空間係唔變嘅，就咁大嚿噶啦，自然縮細咗佢切嘅部分。但保利朗悅唔會咯，窗台對出個位置你可以切嘢，嗱，切嘅位置就咁大噶啦，你想切乜都得。洗手盤隔離你依然可以切嘢，你想點切都冇問題啊。而另外一點啊，喺大面積方面咧，保利朗悅嘅煙管佈建喺出邊嘅，嗱，出邊呢個排煙管嚟嘅，突出一個位置咧，佢可以放嘢，但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下面個儲物空間。正常嚟講咧，你想放嘢就要好似執番梘咁，烏低個身，捐入去將所有唔平時少用嘅嘢放到最入邊。但保利朗悅嘅大面積，佢可以幫你裝埋呢啲儲物架，你可以將所有嘅嘢井井有條咁放入去，而且攞出嚟都好方便。你打開個櫃，直接我就喺度攞嘢啦。咁當然點解細面積做唔到呢？因為佢機構錯層咧有個位置係北向個露台啊嘛，6米高嗰個咧。咁如果個煙管整出邊咁咪好影響咯，係咪咁講先？嗱，咁佢同呢個普通嘅廚房一樣噶啦，呢個位置打開，因為煙管喺度，所以佢冇更加大嘅收納空間。當然唔係話佢唔好，只係話大面積會更加好。嗱，呢個咧就最細嗰個119方，但個廚房你見到洗手盤、爐具、洗切炒。佢切嘅空間係會比我哋見到嘅咁多個第四代又好新規好乜鬼產品都好，佢呢個區域係最大嘅。甚至你話呢度都好似呢度咁堆一堆嘢喺度，呢個位置你可唔可以切水果啊？都冇問題嘅。呢啲先叫做生活嘅細節啊嘛。嗱，以上幾點咧，好多樓盤可能佢都會有，但結合起身咧就唔多啦。加上專梯專戶啦，小區配有會所咧，室內泳池啦，9年優質書包啦，咁你哋覺得咧？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記得啲我啊！嗱，關注我啦！